糟糕，第二月台不晓得是不是从这里下去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有缘有缘。你怎么还在这边？你不是要去苗栗吗？对呀，因为我刚去吃你说的那个铁路片桶啊，浓厚色哎，哇，真的很好吃啊！而且它那个便当盒外面还是用铁做的。每年我们台铁推出那个纪念便当，我都想买一个回家收藏哎。真是 morning 啊！不过这次我又有一个麻烦要来麻烦你了。第二月台是不是从这里下去啊？走，去苗栗要去讲对了，会下去抽查。对了，那请问一下，从台北到苗栗要几久啊？台北到苗栗，差唔多要2點鐘來行哦。2點鐘哦，還要這麼久啊？那我待會去買個報紙好了，這樣我待會才可以打發一點時間哦。在車上看報紙是可以的，但是列車晃動得非常厲害，你最好多多利用時間看一看窗外的風景。風景嘛，風景就是風景，對不對？我真的很久沒有搭火車嘞，這個往苗栗給路風啊，這個不曉得到底有什麼風景可以欣賞哦。鐵路和高速公路沿線的風景，這些風景都是台灣比較特殊一點的景色哦。你應該住都市很久了吧？三寮田加清境我看到了吧？還真被你說中嘞！我很久啊都在台北一直努力的工作，我好久沒有看到三寮田啊！我趁着這次啊回苗栗的這個火車這沿路啊，我還可以看一看這個風景，應該不錯哦。超哥，你喺最早對貨塔檔要有小茶好哩。還有小茶哦！哇，這個服務真的很周到現在對不起，幾點啊？7點28了，那我車子應該快要來了。Good morning 啊！你上下茶嘅生意哦，祝你一路順風，平平安安到苗栗。安子誰啊？所以啊，我一講他嘎發啊，在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啊，就有意想不到的貴人出現啦。安子誰？那我繼續坐火車嘍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波志，風景，三寮田，小茶，一路順風。